新开发的，这新开发的，这是新开发的啊，以前没有这个。新开发的这个新建的桥，新建的桥，前方南总技术学院。新开发的呢，这新开发的地区呢，以前2、3年前好像还没有这个新开发的地区。新开发的呢，在那个水月桥的南边进来，还有这么长的地方，以前都不知道了。哦，这个有钱还是有名望的，有钱有名望的人家哈，那个坟墓超大的呢。哦，坟墓是以前都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坟墓，很珍贵的人的坟墓，一定是很有成就的，很有成就的人呢。竟然还有新开发的桥呢，这座桥梁，新开发的这座桥梁，新开发的，还是很早就有了，不知道而已。这个漂亮呢，船可以开过去的话，很有创意。对呀，这个以后船可能是从这边开过去的，这很有创意。水上泛舟啊，水上泛舟可能就是从这边经过那个桥下去。你看那个桥洞那么大，你看这桥洞这么大，可以坐船进去呢，可以坐船经过呢，很有创意的，做这一座桥。这座桥来泛舟很有创意。坐船上这样过那个桥洞呢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哦，很有创意。你看这桥洞，这什么桥？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座桥。哦，原来是从那边，前方就是南总科技大学啊。原来这样可以通了。哦，古月桥啊。哦，那新建的呢。
古月桥。啊，过去还有呢，啊，很有创意的。哦，新开发了，从这边进去也可以扫。从这边进去也可以扫。香港运动节作品。哦，这样就变成绕很大圈了呢。哦，以前都走那个北边那边，以前都走北边那边。以前都是走北边那边哦，看到南荣科技大学，南荣科技大学附近，现在新开发这个了。哦，新开发这个呢。哦，新开发这个好哎。新开发的，要往盐水市区就从这条路啊。看到这个新开发的，哦，你可以进去，也可以参观了。不过好像没有那个叶金港灯节的作品。那边还有，你看，然后看到反光，往前面走，过马路往前面走，可以到那个水月桥那边，到叶金港的主要展示区那边。这边是新开发出来的，以前都还不知道有这个了。现在的位置古月桥，信义桥的南边古月桥。